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 One Harmon 一個平台花園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今日介紹呢一個 One Harmon 嘅單位，就要面積643尺。一入單位呢，就已經見到呢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，面積呢都相當實用。單位呢係有一個大平台嘅，依家我哋就係望緊呢一個平台花園呢，面積大概係有522尺，花園面積相當好用。最開心就係小朋友，就係有佢自己私人放電嘅地方。單位係屬於原裝間隔3房1套。首先呢，就係望下主人房，睡房景觀就係同客廳一樣，同樣係望返自己嘅平台花園。主人房係預留咗衣櫃凹位俾你擺放衣櫃。主人房浴室四正實用，保留返係用浴缸。另外兩間客房嘅面積呢，大家都係差唔多。客廁就係採用旗杆嘅設計。廚房呢，就係成長方形嘅，保留返用名牌嘅煮食爐具同埋各類型嘅廚房電器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，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